讲道伫基督内的新生命，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姊妹，咱用今仔日的圣经来做咱的祈祷，愿天父上帝赏赐咱新的愿望、新的开拓，唱新的歌，做新的事。因为主耶稣就是咱的救主，咱当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伫你的圣殿来亲近你。你的圣经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所讲的话，无一句是空空的话。主耶稣伫你过活了后，你所交代你的学生，伫耶路撒冷来听候圣神的降临。因的生命得到你过活的见证，伫因的生命中间有新的活命。主啊，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也帮助阮所听遐的姊妹，互阮的生命通得到换新，阮的心思意念、阮的行为、阮的习惯、阮的想法，主赏赐阮对天灵来的快乐，互阮会通换新一切，毋是出伫阮，乃是伫上帝你的面前。互阮会通亲像囡仔当大人，过去的讲话、心思意念，当阮长大成人了后，阮就将细囝迄种幼稚的生命，甲伊脱去。愿天父上帝，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会当从圣神所赏赐阮，合伫上帝你心意，是带有仁义甲圣洁的活命。主祝福阮当时的遐弟姊妹，阮伫今仔日的礼拜。阮会通真做新的活命，阮伫你的面前恭敬祈祷，我跪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亲爱的姊妹，咱信主久久，你伫你的信仰的历程顶悬，你感觉做基督徒的人生怎样？我真爱古伦神父这张相片，因为这张相片，伊咧教人一人就是祈祷的仪式。咱要怎样手捧救恩的杯，来担着咱生命稳定的滋味？所以，兄弟姊妹，你做基督徒，敢有带互你有一个满足的喜乐？在这个信仰的内底，你敢有感受到上帝开你的目睭，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互你的生命伫上帝的带领的中间，真做一个你感觉有价值、佮欢喜的人生。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今仔这个礼拜。咱伸出咱的双手，咱来领受，主赏赐咱新的生命、新的愿望、新的快乐。今仔圣经讲，上帝要互咱唱一条新的歌，好听佮响亮。又宣，今仔这旧约的圣经是我送给你跟 Mariko 的。上帝互恁诚做音乐家，上帝赏赐恁对音乐诗歌有特别的文书。今仔这个诗篇内底。今仔日的诗篇33篇第3节，伊讲唱得好听又响亮。愿天父上帝赏赐恁有一个真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就亲像一条诗歌，有歌词，有旋律。有时伫咱的人生的低潮，咱会亲像真痛苦的哀吟。但是伫咱人生的中间，上帝所赏赐咱圣神的同在，咱好亲像上帝甲咱安那澎湖关关。所以今仔日个礼拜，牧师要邀请咱，除了听讲道以外，你嘛伸出恁的双手，将恁的生命交予上帝。你甲主耶稣讲：主啊，今仔日我将我的生命交予你，我高高的举起，我愿你举起我的生命。主啊，求你甲我祝福，主啊，求你甲我拍开、掰开，亲像牧师咧主持圣餐的时阵，将迄个饼掰开。主啊，然后。将我传予我的亲人，守圣餐这个动作是一个真重要。第一，就是代表一个祈祷，讲我将我的生命向上帝来高举。第二，求主耶稣甲我换手伫我的生命中间，甲我祝福。第三，求主耶稣将这个饼甲我掰开。咱的生命需要主耶稣的修正，咱需要真理的修正。因为葡萄树甲葡萄枝若无修正，会乱草草。
咱的生命嘛需要上帝圣神甲咱修正，修好水水，互咱会当结出果子多多。我听讲伫中华有一间足出名的葡萄园，昨个新闻有报，确实有够水的水。迄个人伊的葡萄还未入冰库，都已经拢卖了了啊！迄个电视甲伊报讲，即个葡萄园，迄个色彩实在极水无比。伫个阳光的中间所种的葡萄，应该是伫台川。恁若知影，报牧师知，咱做伙来食。伊讲伊的葡萄20度，我都毋知影迄种20度的甜度到底要安怎食落去。但是，敢若看到迄个相片，葡萄的色非常的水。兄弟姊妹，主耶稣甲咱擘开的是因为伊疼咱，伊要将咱的思想甲咱整理，互咱成做真真正正的基督徒。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袂因为时间拖长，你就自然而然会长大人。有的家庭，基督徒的家庭几代啊，伊的基督徒的信仰也无真正做有名有实的基督徒。最近我听到一个姊妹问我一个问题，伊甲我讲：牧师，我去参加教会会个别色，我看到一个我感觉真奇怪的现象。为什么这个商家因着个别色怎样仪容了后，迄个葬仪社会叫伊所有的亲人，伫迄个棺材边对伊念封顶的仪式。也即恁捌看过人封顶，一般世俗人因安怎咧做个别色嘛？念一寡好吉条的话，然后子孙就伫迄个所在讲有哦。伊讲牧师，我感觉真奇怪。牧师较无甲伊讲，莫安尼做。我甲伊讲，我捌恁的牧师，虽然牧师无伫现场会个别色，但是我知影恁的牧师是一个好牧师，伊拄拄来到恁的教会，所以这个责任袂送怪伫恁的牧师。可能恁的中级应该爱甲这个商家讲，恁若要做基督教的礼拜，就照基督教的仪式。你若要走一般民间的宗教，你就照民间宗教的仪式。这个家族已经几代基督徒，这个姊妹心中的疑问，兄弟姊妹，咱虽然检测有可能是几代基督徒，但咱的心思意念无一定互圣经改变过，咱还阁遗留着过去的风俗、世俗、甲社会风俗。所以，兄弟姊妹，今日牧师要邀请咱，上帝所留予咱圣经的教示，毋是敢若是一个规矩，也是敢若一个伦理，也是一个律法，毋是。上帝所留予咱的话，其实就是一个祝福。那照安尼去行的人，伊的人生就要得到上帝对天而来的施恩赐福。今仔日的题目甲经文对咱在座兄弟姊妹来讲，咱拢真熟，因为见到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伊就是啥物？新创造的人，恁拢要背，过去代志拢正过去，一切换新。但这句话虽然真熟，但是无拄咱人生中间真认真去追求过新的生活。所以，兄弟姊妹，愿今仔日圣神带牧师甲恁，咱同齐伸出咱的手，咱甲主祷告，主啊，改变我。所以，兄弟姊妹，神的活命是有恩望，神的活命是有困难。神的活命是有智慧，神的活命是有诚实的同在。神的活命的人，伊就要唱新的歌，最新的事。愿今仔日的每一句，拢深深望着在座兄弟姊妹，带你的囡仔改变，毋通互咱的家族过去的世俗化、甲遗毒、过
过去的遐观念、社会化的观念，继续带予咱的后代。愿今仔日牧师甲恁分享这个姊妹心中的疑问，要存在伫每一个家庭、基督徒的家庭的内底。因为上帝所赏赐咱是一条新佮活的道路。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通过牧师伫开始问咱讲，你担着什么种信仰的滋味？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咱所听的姊妹，检查一个家族信主几啊代，但是嘛真有可能有名无实。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家庭。咱的基督徒是享受真理的家庭，是享受上帝所讲的话。伊讲比芳芳滴落的蜜更加甘甜，比黄金更加宝贝。上帝所赏赐咱的话是信实的。愿天父上帝用圣神甲圣经，用圣神甲圣经，彻底上来改变咱的教会。嘛改变所听遐的姊妹，咱若要对耶稣，咱都要一路认真对到落尾。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咱，咱若无享受真正福音的滋味，咱就无迄种希望讲，我要照福音来过我的生活。独到只有当咱担着福音的滋味的甘甜，当咱明白着真理。伊会清气、圣洁、甲公义，咱才会欢喜拍开咱的心门，甲主讲：主啊，怜悯我，因为我过去生活伫黑暗的中间，我嘛毋知影，就以为有意无意的中间，我检查得罪了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开咱的目睭，开咱的心，互咱对圣经来认识上帝的圣洁。上帝的荣耀，甲上帝一切的良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的生命有一个足要紧的转捩点。耶稣讲：人若无定头生，就袂通进天国，就袂通入天国。定头生是耶稣伊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内底一个真要紧的邀请。意思就是旧的代志拢变成新的。定头生的意思就是。过去我对圣经无了解，但是耶稣重新讲，互我听了后，我忽然顿悟明白，我对上帝的话就产生一个敬畏，讲：主啊，我要照你圣经话命的话来过我的一生。所听的姊妹，圣经毋是做参考的，有一个真特别的教会，伊叫做莫拉维亚。这个人是对捷克。对德国的北平，伫15世纪、16世纪，才迁山逃走来到德国。一阵莫拉维亚伫捷克迄个所在的一阵基督徒，后来因走来到德国，为着宗教改革，因来美伫德国。德国有一个基督徒的贵族，足好野的贵族，伊就互伊的农场留互遮的人伫个所在通生活。莫拉维亚因的教会内底出足济的宣教师，通讲是差不多几乎基督教的历史内底车派上济的宣教师的教会。伊咧甲因的囡仔讲，真理毋是一个理论，上帝的话毋是一个理论，上帝的真理是摕来挖出来。或者我阁讲一摆，上帝的话毋是讲道路会用。上帝的话是来活伫咱的生活的内底。这群人改变了欧洲的教会，足大，甚至后来伫德国产生一个影响力，叫做敬虔主义。德国伫17世纪、18世纪有一个足要紧的灵命的大复兴，所有的基督徒因追求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所以当时的教会产生一个真要紧的态度，后来因称这个复兴叫做敬虔主义，敬虔来过基督徒的生活。这种的教会复兴，互德国脱胎换骨。你讲牧师到底安怎脱胎换骨？
德国是一个全世界追求精致工业、甲科学精密最要紧的一个国家。所以德国因咧做啥物种的研究，因会认真、认真，不花俏。所以德国车多数拢是好用，但是伊无有真花俏的内在的装潢。德国人讲话实在，会互人感觉讲话计像无真情理，无真看人的面子咧讲话，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而且这种的态度，互德国伫18世纪、19世纪到20世纪，成做全世界伫科学上间非常有影响咱的国家，甚至伫二次大战内底产生偌大的影响。你敢知影后来苏联甲美国为什么会当发展成做两个一个共产主义甲一个资本主义民主的集团两个巨大的影响？听讲当时战后了后，德国有真侪科学家，就互这两个国家给分开，有的人掠去苏联，有的人掠去美国。后来苏联甲美国因的科学也达到这的人会经过头，有真大的发展。兄弟姊妹，信仰毋是参考，信仰是会当彻底上改变咱，甲咱的家族，到世世代代。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唤起咱内面有一个渴慕，讲主啊，我的家族的改变对我开始，我的家族的改变对我开始。顶头生要带互我的行行顺顺，彻底上的改变。顶头生是对内心真敬虔、真诚恳，甲上帝讲：主啊，我愿意互你的话改变我的思想，我的行为虽然习惯无容易改变，但是主若有你帮助，有甚物困难？我细汉的时阵，就常常为着一句话，心内感觉真困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有本地原生家庭的这种的影响。我嘛毋是讲我的原生家庭不好，毋是，是我的内在有某一种的性格是由不得我。但是上帝互我一个感动，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兄弟姊妹，到50岁以后，人爱为家己的面容负责任；到50岁以后，人爱为着家己的品格、甲性格来负责任。咱的生命毋是干那只有工作甲趁钱，咱的生命是为着要享受上帝伊的尊贵甲荣耀，也伫人的中间来见证上帝将一个新的人穿伫我的身躯顶端。今仔日的经文新约以弗所书第4章只有第3节，伊讲要脱去从前的行为的旧人，要穿上新人。这个动作咧讲起人的生命有一个改变，将无下属的，将无下伫咱的生命的，将遐个旧的啊呐，甲伊剪除改变。所以，兄弟姊妹，顶头生就是这个意思。将无下伫上帝话的行为，咱甲摕出来，咱甲上帝讲：主，我知影安尼的行为对我来讲无适当，但是主，你知影你的囝子真认真，但是我改变袂来。也这愿主的圣神甲你同在，互咱知影，人改变家己足困难。但是，若有上帝圣神愿意甲你同在，迄个改变是一种救恩，是一种欢喜，是一种自由。上帝咱毋是出入勉强，是因为伊对天灵来开咱，互咱活出来感觉讲：哦，主啊，原来你同在是，这个开咱是遮尔大。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恁拢用这个圣经。勉励恁家己。今仔日的金句讲，今后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伊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拢变成过去，一切换新。毋是所有的旧的拢毋好，嘛毋是所有的新的拢是好。但是伫上帝面前，伫主耶稣基督的手中，
无好的过去爱改变，爱领受新的好的将来。所以，如果过去教会圣经所讲的侪教会的这信仰的传统好的模样，但毋是逐项拢甲伊变互倒，毋是。基督徒毋是红卫兵，新的拢永远是好，毋是。基督徒是知影，旧的好的是旧，也有旧是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圣神带咱开咱的目睭，互咱通过圣神的帮助，咱有能力通分别是非，看好歹，看水甲歹。愿天父上帝圣神赏赐咱即种的智慧的眼光，互咱伫人生的中间，咱真做有智慧的人。所以听的姊妹，今仔日保罗伊伫伊家己的信仰的告别写伫哥林多前书13章。哥林多前书13章是一篇足出名爱的真谛。伊伫头仔咧讲起爱是什么，然后到要进入最后的结论之前，伊讲一句话。伊讲：我细汉的时阵，我会讲话，我的心思意念，拢亲像囡仔。既然当大人，我就将囡仔的事，甲伊脱掉，甲伊改变。保罗是一个真深体会到顶头生的滋味，因为伊拄着主耶稣那一刹那，是一生中间从来无法度放袂记哩。恁知影保罗拄着主耶稣是伫伊要去大马色掠基督徒的路上，伫迄个路中，主耶稣的光照着伊。恁会记迄个故事无？伊忽然目睭青眉，上光，伫迄个中间有声甲伊讲：扫罗，扫罗，你啥事困着我？扫罗甲伊讲：主啊，你是什么人？耶稣讲：我就是耶稣。耶稣改变了保罗了后，改号名叫做保罗，伊的生命顶头生。所以，弟姊妹，愿咱的一生中间，嘛有这种的经历，伫咱以前无明白的，求主耶稣用伊的光来帮助咱。所以，弟姊妹，今仔日的圣经是对咱的代祷，也是伫主的名的内底，咱互相的祝福。愿主赏赐恁一个新的活命，唱新的歌，做新的事。愿意嘛？主啊，赏赐我一条新的歌。伫新的歌内底有新的歌词。以前如果我若是一个真够埋怨，以前我若是一个真受苦楚的人，主啊，伫你的圣神甲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中间，主互我的人生真侪更较侪学乐，真侪更较侪感谢，真侪更较侪的祝福，向人讲好的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唱新的歌，做新的事。今仔日圣经到底要带予咱什么种的帮助？第一，我要邀请兄弟姊妹用今仔日的圣经来做祈祷。第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伫主的面前求讨帮助，因为独只有主耶稣基督伊的圣神，才会当带咱过各活的生命。愿咱伫主的面前，咱将咱的生命交予主耶稣。我要教咱一个祈祷的方式，这个祈祷方式已经2000年，对咱的初代教会一直到今仔日。这个祈祷最重要就是因看到主耶稣受圣餐的时，伫遐提饼、祝谢、被迫、判予证人。这4个动作，真侪初代教会甲基督徒生命改变的一个仪式。第一，所听的姊妹，如果你若感觉你心中有为难，你想要做好，但是你做袂来。亲爱的姊妹，咱对咱的心内，甲你心中的最艰难，你甲伊摕出来，你甲主讲：主，我已经早就已经听到你圣神的教示，伫我的人生中间，我知影你已经对我讲话，但是我做袂来。主，我将我心中的困难，我向你摆列。兄弟姊妹，这就是祈祷。第一，将你的祈祷向上帝存存；第二，求主耶稣的圣神
画手伫你的心内，伫你的生命中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圣经讲，主耶稣摕着五块饼两尾鱼，伊往天将这个饼摕高举这个饼，然后主耶稣伫迄个中间，圣经讲伊往五块饼两尾鱼祝谢。圣经虽然无记载讲耶稣安怎甲这五块饼两尾鱼祝谢，但是祝谢这个话伫新约伊原本的意思，就是讲好话。第二，讲稳定的话。兄弟姊妹，我搁讲一摆，祝谢的意思就是讲好话，祝福这个囡仔熬大汉，祝福这个囡仔伫成长的过程顶悬有智慧。我将伊的文字，将迄个好话，我就讲伫我家己的心内底。兄弟姊妹，祝谢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三，耶稣就将这个五块饼两尾鱼的饼，甲伊掰破。背叛对咱来讲是一个顺服。主耶稣伫我的自我，伫我的自我的想法内底，我的自主权，我对自我的坚持，我就是要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安尼讲，我就是要安尼。但是如果你若感觉，你若愿意相信，当咱将自我的一寡坚持，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求你照你的旨意来修正我的活命。今仔日的敬拜赞美，依灵带咱唱葡萄树跟葡萄枝。伫迄个中间，耶稣所讲一个譬如，有一个真要紧的一句话，伊讲：我就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就是栽种的人。既若无结果子的，伊就该剪掉；既若结果子的葡萄枝，伊就甲伊修正。亲爱的姊妹，牧师要甲恁分享，互上帝修正的画面，互上帝圣神修正的画面。英语讲迄个修正的字，英语翻作 pure and clean， 就是清气、个纯洁。所以亲爱的姊妹，咱的生命内面有一寡物件，毋是上帝创造咱的时阵，放伫咱的内底，有一寡想法，有一寡念头，有一寡坚持。上帝创造咱原本的时阵，就亲像主耶稣讲：“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用全然真实的种子栽种伫恁的活命的内底。”咱来对上帝出的是，上帝互咱是一张清气、生命干净的生命，但是伫人生的过程顶悬，有时咱会跌倒，咱会拄着土粉，咱会拄着一寡搅扰，咱的生命中间产生有无共款的主张。所以亲爱的姊妹，如果咱也愿意互上帝对咱讲话，这是一个荣耀、祝福、新的开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伊的面前，咱的生命得到改变。所以，兄弟姊妹，你愿意吗？你愿意将你的生气、将你的愤怒、将你的受伤、将你心中感觉无公平的代志，你甲主讲，主这的代志我无在条改变，但是求你医治我，求你改变我，求你帮助我。这就是今仔日咱要对信仰的前辈因所教咱的祈祷。当咱将咱的生命交予主耶稣的时，主耶稣伊甲咱祝福，阁有主耶稣甲咱改变。所以就是保罗所讲，既然有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伊才做新创造的人。这四项，兄弟，该放伫你的心内。你为着你的生命祈祷，讲主啊，我将我的家庭，主啊，我将我的婚姻，主啊，我将我的事业，主啊，我将我家己个人，主我将我家己带到你的面前，主，互我甲你参详，互我甲你参详。主将咱的人生，将咱家己人生来交予主，甲主参详，互主成做你最大的帮助。较赢过牧师有限的能力，
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啊，我甲你参详。当咱将咱的生命交予主的时，主耶稣要甲咱惜命命。伊不但甲咱摕咧尔，伊真正要甲咱保守，伫伊的手中珍惜咱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试看卖，踏出第一步、第二步都无介困难。人生通常最大的改变的困难，就是第一步。愿天父上帝圣神帮助咱，互咱伫主的面前，咱愿意将咱的生命，互主耶稣祝福。伊讲：我的念头悬过恁的念头，我的道路悬过恁的道路。恁的意念毋是我的意念，恁的道路嘛毋是我的道路。所以，亲爱的姊妹，当咱甲上帝来用敬虔的心，甲伊参详的时，咱的生命是一个祝福的开始。主帮助咱，互咱伫圣神的帮助中间。主耶稣毋是干那用水甲伊的学生洗骹那尔。主耶稣伫迄个所在，甲伊洗骹最要紧就是代表清气。伊讲：恁已经身躯清气啊，只要洗骹就够了。彼得甲耶稣讲：连我的身躯你都煞洗。耶稣讲：其实恁只有恁的生命有一部分，小小的部分，就是因为恁咧行人生的道路。有当时伫人生的道路顶款，咱的骹有感染着土粉，就是代表世俗化的思想伫这个世间的最想法。主耶稣讲：只要洗骹就够了。所以，弟兄姊妹，愿主耶稣用伊的保惠，互咱遮做清气的基督徒，心清气，手清健。亲爱的姊妹，为着主耶稣过清气的生活，好吗？你敢愿意认真甲主耶稣讲？主，若是你爱我做，求你讲互我听，求你感动我，互我知影什么我需要改变。主耶稣伫礼拜的中间，求你的圣神降临伫我的生命中。趁着今仔日落大雨，主啊，你洗清了这个土地，主啊，你的保惠洗清了我错误的想法，互我伫你的面前会当得到怜悯。佑轩跟 Mariko， 这是牧师送给你们的经文，因为你们是声乐家。牧师常常分享恁伫各所在的服侍。上帝互恁毋是干那伫台湾有这个舞台，恁嘛真侪所在。愿上帝互恁唱出天国的歌，唱出天使的声音。所以，兄弟姊妹，咱毋是干那因有这个歌，今仔日的圣诗诗篇33篇第3节，伊讲向上帝唱一条新的歌。兄弟姊妹，甲上帝讨，咱的生命就是一条歌。诗篇内底有真侪歌是带有忧愁的。诗篇77篇的第10节，伊讲主啊，难道连你都不要我了吗？恁敢袂记得牧师捌一届讲道，甲恁分享诗篇77篇以撒亚萨的诗篇。伊讲上帝啊，敢讲连你都无爱我了吗？所以人的诗歌有一条有一寡歌是带有忧愁，是靠调啊，是忧伤的歌。忧伤变喜乐，愁苦变欢乐。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咱伫礼拜中间，咱甲上帝讨一条新的歌。这条新的歌，伊的言语安尼讲，互咱唱一条新的歌，毋是用嘴唇，是用咱的心；毋是用嘴唇来唱，是用咱的灵。所以，咱嘛有一条诗歌，伊叫做《我灵歌唱》，有无？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这个诗歌的台湾话讲，毋是台湾话，是汉语的圣经。因讲，恁着向上帝唱新歌，弹琴好听，阁响亮。愿天父上帝赏赐在座兄弟姊妹，伫恁人生的旅程顶端，常常靠时啊，吹口哨，向上帝唱出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
愿天父上帝赏赐你的人生是一张批，是一首诗，嘛是一条歌。咱将咱的生命交予上帝的时，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听的姊妹，愿咱的家庭常常向上帝唱新的歌。我灵歌唱，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举目观看，兄弟姊妹，这样伟大的诗歌，在咱的人生中间，咱嘛有咱家己的歌。这条歌词过去可能有埋怨，这条歌词过去可能有轻分，过去可能有受伤，过去可能有受气，所有咱会讲叉叉叉。但是对今仔日开始，愿上帝互咱讲较济哈利路亚，愿上帝互咱讲更较济对上帝阿乐甲敬拜。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人生，常常讲好话，哀歌变乐歌，忧愁变欢乐。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恁若欢喜安尼的人，恁伸出双手，伫咱敬拜赞美的时，咱向上帝举起祈祷的手，伫上帝的面前用感谢、用阿乐、用敬拜。第二，我要鼓励兄弟姊妹爱当大人。拄则我讲迄个故事是真诚恳，甲咱分享，因为迄个故事其实毋是个案。我伫二林区有够久啊，所以我知影，伫二林区的教会，拢有即种过去的包袱。咱对真侪的信仰甲世俗的主张，常常有分袂清楚的所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将咱即代应该爱脱掉的，咱甲伊脱掉，毋通留互你的囝儿孙。咱需要改变的，伫咱即代，就认真祈祷。主啊，即种的咒诅，即种的错误，即种的世俗化，即种的无知，主啊，到我即代就结束。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所有的囡仔，将来因是伫耶稣基督一个新的一代，是带着祝福要入迦南地的一代。摩西甲旧的犹太人，就是拄出埃及迄群人。上帝要互因经过约旦河，行过应允的所在，因为这代有得罪上帝。但是上帝听伊的子孙，和约书亚带新的一代进入应允的迦南地。伫今仔日的礼拜，恳求天父上帝怜悯，互咱的教会无将世俗化，无将错误的思想留互咱的子儿孙。伫今仔日，愿咱的教会伫耶稣基督的内底，通得到完全。独只有主耶稣基督的灵，才会通互咱罪得到洗清，也独只有高爱主耶稣，会互咱得到顶头生。所听的姊妹来享受重生的喜乐。咱既然要信基督教，咱就信甲入骨入心，会当伫咱的人生的中间，彻底上甲上帝讲：主啊，我感谢你，愿你的阳光甲我三甲伫地，愿你奇妙的所做甲我的子孙三甲伫地，到代代无尽。愿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换手伫咱的心上，亲像伊换手伫迄个五块饼两尾鱼。愿主耶稣帮助咱，主耶稣亲自甲咱脱掉旧的习惯、旧的思想。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因为伫人生的中间，照着保罗的经验，人因为欲望会迷惑，人会生出毒根，人会怀了鬼胎。伫过去几礼拜之前，牧师嘛有带恁读一段圣经，罪若伫人的内底，伊就生一个胎，罪就亲像电棍生菇，迄个生菇的霉菌的根，就摊伫所有的食物的内底。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人要除去心中的这种错误的观念，真困难。第一，咱毋知影咱有错误的思想。
第二，咱对是非有当时，因为伫这个不明的时代，咱无拄拄有够额的亮光，通知影上帝的心意。但是，兄弟姊妹，咱若有敬畏上帝的心，上帝要将咱应该知的事讲互咱知。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互咱心智改换一新。咱话手伫咱的心，咱甲主讲，主啊改变我，主啊改变我，互我诚侪我的囡仔祝福，毋是诚侪我的囡仔的绊脚石。互我诚侪我的囡仔祝福，我无将我的错误留互我的囝儿孙，无将我的错误诚侪我的囡仔的伤害。主啊帮助我，互我伫你的内面，所有一切无下伫上帝你的仁义甲圣洁。今日讲称上帝的义，称上帝的形象，这个形象是真理的仁义，以及真理的圣洁。上帝伊的圣洁甲伊的公义慈爱，是咱生命最要紧的品格。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互咱的内面有上帝伊的良善，咱的罪、过去的错误，咱的情绪。兄弟姊妹，常常面对你家己内心，咱毋免互人知，但是上帝一定知。咱家己知，上帝也知。当咱认真伫上帝面前面对咱家己，咱将咱的困难，主啊，我的无知跟无为，今仔日的圣经祈祷，毋是圣经，咱的即礼拜的祈祷中间，牧师有写到一个祈祷讲：主啊，求你怜悯我的无知跟无所作为。有真侪基督徒袂当大人是因为咱毋知影，第二是因为咱无愿意无所作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主看咱的手，主耶稣甲咱讲：你毋免惊，我要甲你相合伫地。现在你愿意伸出你的手，互主耶稣看你嘛？将咱的软弱，将咱的无知，将咱的无所作为，咱甲主讲：主，既然你若经我做你的囝儿，主赏赐我智慧。主，既然你找拣我做你的学生，赏赐我你的气力，互我行出去了后，人看到我的时，有看到上帝，也看到耶稣活伫我的内底。主帮助咱，互咱的教会是一个改变的教会，甲耶稣同死，甲耶稣同搁活，甲耶稣同死，甲耶稣同搁活。愿主耶稣的保惠是一领新的衫，穿伫咱的身上。真的保惠开始洗清咱。电脑若中毒，上重要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重新改 format， 洗掉所有遐一切。咱的生命嘛类似是安尼。求主耶稣甲咱重新归零，洗清咱过去中间所想无下的意的。愿天父上帝帮助，伫今仔日的礼拜，兄弟姊妹，咱甲咱的心讲，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亲爱兄弟姊妹，何牧师邀请咱，因为咱要成做一间有见证的教会。牧师来到德堂有一个心愿，就是甲上帝祷讲，主啊，互这间庄脚的教会，成做庄脚的教会的见证，会当对所有庄脚的教会讲，伫上帝手中无迄落袂当改变的，伫上帝手中无迄落软正的小教会。兄弟姊妹，咱做伙互德堂教会，成对台湾农村的教会的一个见证讲，阮什么拢无，但是阮有上帝。阮虽然是农村的教会，但是上帝所赏赐阮的真理，无欠过一项的好。你相信吗？愿上帝恩典无带有忧愁，嘛无欠过任何一项的好。也这圣经遮尔水，遮尔宝贝，咱做伙来见证上帝的祝福，咱当心来祈祷。
使阮要恭恭敬敬将教会搁一摆高兴你。你是教会的头，你是教会主，你掌管阮的心思意念。主耶稣求你用阮将阮家己，也将教会摆在你的面前。主耶稣求你甲阮提起，求你甲阮祝谢，求你甲阮拍破掰开。主求你予阮真多人的祝福。当你将阮的生命分予别人的时阵，主，予阮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予阮真多别人的祝福。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阮知影，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咧做工，你对天顶落来，亲像雨水对天灵来，你要予阮得到洗清，你嘛要予阮得到新的生命。阮伫你的面前恭敬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